也若最近食安是伫头出问题，总属实昨昏个新增加2个食歹腹肚疑似食物中毒案例，目前已经有6例，食煞了后，骨头骨老出现走白的症头。藏寿司伫咧最近连续出现，敢若是食物中毒的通报案件，引起食安的疑虑。到11暗6点，搁再新增加6位民众，因分别是吹角区新庄红会店、甲新店微笑鹿茸店用餐了出现吐甲流的症状。新北市卫生局要求淡水甲新庄红会2间分店暂停营业，也是开始全面稽查辖区内其他10间分店。台北市方面也第一组。藏寿司新庄红会店以及淡水站前店分别因1年内2次被通报疑似食品中毒，卫生局呢命这2家分店暂停作业。台北市所有的分店都会进行加强稽查。新北市卫生局伫咧淡水站前店稽查，发现冷冻库无定期除霜，菜蔬的盘有破顶缺失，已经要求业者要限期改善，那么相关会当依照食安法罚2亿。在不同店的话，我想我们卫生单位它除了这个，包括餐厅那边会有一些裁剪的话，也应该会裁剪那个上游供应的厂商。王品集团也发生食安风暴，疾管署初步认定出外、上大、接运西门店，找2到找6敢若是感染诺病毒的事件。业者除了向消费者道歉，也提出餐费专业退钱，一个医疗给付加消费者慰问金的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